你有冇諗過一樣嘢？將來最有影響力嘅未來接班人，佢哋全部都係睇片長大嘅。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其實早喺2007年 YouTube 第一次正式喺 iPhone 出現嗰一刻，我已經預言過一場影片革命一定會發生嘅。因為人類嘅大腦對影像嘅吸收速度係文字嘅幾十倍，而潛意識更加係好喜歡動態畫面、聲音同情緒嘅。當一代人由細到大，所有嘅資訊、娛樂、價值觀、知識都係睇片建立嘅。品牌如果仲係諗緊用語言理性嘅說服方式咧，其實已經係慢咗一整個世代。影片真正嘅威力唔係你拍得有幾靚、有幾勁，或者你自己覺得幾巴閉，而係佢可以直接影響一整代嘅記憶同潛意識。呢個亦都正正係影片催眠、品牌營銷嘅研究應用嘅核心。而家再加埋 AI， 影片嘅產量同速度已經唔再受限制。真正嘅勝負關鍵只會係有冇掌握影響人心嘅底層法則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翻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